稍後嚟帶你來關心一個專題報道，獲得到金球獎還有奧斯卡獎以下行業嘅電影，叫做《丹麥細妹爺》，也講嘅係一個出世嘅下係細奶人，唔過佢知道自家係細妹人嘅故。其實從安尼嘅人會遇到當多嘅挑戰。其實男女有差別係對前古在多見，就有嘅傳統性別觀念。唔過對有啲啲性別意識好，有啲冇強樣嘅青少年來講，佢哋接上為本人講當搶細妹款，冇像當為本人欺負，受到動態嘅壓力，值得大家向下來關心。慶陽丹麥細妹爺，講伊個丹麥嘅畫家，有意擺做細妹爺上課嘅同分間，以下嘅就有為唔是認同嘅意思。啲台灣有伊個數位行小名人織田紀雄，沙皮太宗覺得伊係細奶爺，唔覺得伊吐小學嘅5年生嘅苗一年，好點點嘅伊覺得伊自家想愛做細妹爺，做細妹爺上課伊咪鬼自猜，啲一個追求韓國版面嘅過程當中，伊面對各種主動同堅強，唔過伊行係鬼正面、鬼勇敢嘅行下去。我覺得這就是我喜歡的樣子，所以我就決定就這麼做。那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因為他對我有什麼樣的看法或什麼樣的期待，而我去迎合他去做那些改變。前多年總係冇辦法接受差別，講法原生原調嘅細奶爺都好搞規條嘅本人欺負，從係2001年發生嘅葉永志事件，就係冇去注意一種唔平等嘅關係，將會發生悲劇。就算一下總係打扮到顯到將內內嘅紀雄，啲前自家嘅過程當中發現，係講照定自家性感態度上嘅做備，就會有韓國太嘅傷害同壓力。學生時期就是被打、被罵，然後被強迫要求你行為舉止要做改變，很無助啊，也不知道找誰，因為父母親也會跟老師講，那老師也會把你當作是一個有問題的小孩來教啊。常常老師處理的都是很快速的，不可以這樣子哦。你這樣對別人講話是性別歧視哦。你下次再這樣做，我就給你送性平會哦。然後你再這樣做，我就給你用校規處理哦。其實孩子都會聽啦，但他不會理解。我覺得我們也要透過機會教育去跟他講。以下嘅性別研究跟性別本做冇相同嘅層次，參考傳統性別教育幾多年嘅加拿大用嘅性別圖。用性器官好多網本出來嘅生理性別，都理解對自家性別想法嘅性別認同，還有人看得到嘅性別表態，從係反映行為、身中打扮、同人互動一道，就會照傳統對性別嘅理解來分類。最尾係用生理情感比上到嘅對象來本出嘅性方向。另外，每會對性別光譜來看，寫得一層層嘅嘢，而係其啲貴嘅光譜好，唔係其啲兩片。希望改變大家認為世界上請男女兩種一個想法。很怕都買某一種這個生物瀕臨絕種，可是都忘記我們人們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性別多元的主體的可能性。我們這個社會要共同去反省，為什麼我們有這麼深刻對於人類的這樣的一個男女二元的狹隘想象？我們如果有這樣的性別多元的概念，你再去看待很多的人所表現出來的他自己的樣子，你就不會覺得奇怪。此等之家，冇那之家，做馬給你像一種組合咯。有啲性別研究學者認為，沙菲對性別有按呢細塊塊的嘢印象會按難改變，係認真賦權體內，就像係蘇景用嘅，用男性比作為沙菲核心價值，到沙菲之土各個群體，受到從一百強用嘅概念路數到影響。按照學者如果都講得認為，是會繼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，為沙菲對性別的政策，可免感到為沒有過多嘅尊重。按呢一條冇相同嘅一百落下嚟，冇聽錯會只用出另外一條冇強用嘅思維。下個新聞，陳永尊、陳欣怡特別報道。